因为伊真疼我，我就要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伊求救我，我就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伫地。我要救伊，互伊尊贵。我要用灯火树，互伊满足，互伊看见我的救恩。这时，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00首。我真感谢你，至圣仁爱。我真感谢你，至圣仁爱。你救阮脱离悲伤挂碍，赞我无后悔，跑棒行赢，欢喜就分你，得新生命。请咱起立来吟。请你们起立，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属地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假死，埋葬罗云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咧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教会宣道上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文第22篇。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阮学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物拢着我靠你的恩典。你听阮，伫阮阁是罪人的时阵，你就赐予阮你的囝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个世界上。
完成了救赎，叫一切信伊的不至到灭亡，反得永生。主啊，世人即马伫经历无数的灾难，新冠性病毒、台风、地动等等，阮拢无法度做啥物。看到安尼情形，阮知影，敢会当把这一切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拯救、医治阮，为阮开一条道路。主啊，阮嘛要特别为着兄弟姊妹身体欠安、软弱的来代祷，求你会当扶持、怜悯、医治因，嘛为着徛伫第一线的医护来代祷，求主赐下恁的保守、安慰、甲拯救伫即寡人的中间。即时，阮嘛要透过主希望透过今日的讲道的诗歌，来使阮新的一礼拜的灵粮，互阮加添智慧，我了解要安怎去应对阮所面对的阮的厝边、阮厝里的人、阮的朋友，尤其是甲有无共款宗教的人，求主会当引带阮。我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恭喜上帝话。是要来赞美，也请圣歌队来赞美。今日要吟的诗是听会改变一切。
圣经，今日要看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第15章第1节，正抽象甲歹的人就跟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摇摇念讲，这人接纳歹人，煞甲因食。耶稣设即个比喻，对因讲：恁中间啥物人有100只羊，失落一只，减无过放99只伫山里去找失落的，到得着吗？已经找着就欢喜，还伊伫经甲头顶，到厝就组织伊的朋友厝边，甲因讲：着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着。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里也袂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的，搁较欢喜。正道，今要请牧师来正道，伊要正道的题目是建造信仰第10讲，对非基督徒献出疼。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有一段时间无甲兄弟见面，差不多3礼拜的时间啦。因为头一礼拜是牧师较种，牧师甲牧师娘拢有较种，总是感谢上帝，拢已经恢复到差不多总是就是若有小可也无爽快安尼尔伫即段时间也感谢上帝，感谢咱兄弟。拢替牧师咧祈祷。即段时间嘛有2礼拜，有咧休假。伫即个中间检测互体力甲身体恢复了较好势所以确实咱中间有一寡兄弟有较种嘛已经恢复伫即中间也有人陆陆续续有较种的情形发生咱拢求上帝来医治甲帮助，咱即时阵同心来祈祷。主，阮用谦卑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圣神临到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晓悟你所要阐明的真理，献上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过去伫咧读神学院的时阵，神学院的老师捌问过阮一个问题，就是伫阮印象的中间，咱上好的朋友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咱通常会甲非基督徒的朋友，还是基督徒的朋友来分享家己上私人的代志。为什么会甲因来分享？当我详细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后，我才发现讲，我上好的朋友，既然拢是伫教会内底，也确实有侪私人的代志，我拢敢若会甲教会的朋友来分享，因为因毋但会听我伫遐讲一寡艰苦的事，陪伴伫我的身躯边，搁较会替我祈祷。我记得我有一摆失恋的时阵。我的朋友陪我啉酒，敢若我啉，我朋友无啉陪我啉水了后，我就困伫因兜，就是有即款的朋友陪伴伫我的身躯边。其实我嘛感觉真戆影，家己身躯边哪会遮尔有遮尔少的迄个非基督徒的朋友。说实有即款的朋友，差不多拢是伫求学的阶段。比如讲，对国小开始，国中、高中到大学，伫即个求学的阶段中间，几个较亲近的朋友，较会通讲话的朋友，较好的朋友，有意思的，也是讲真，互咱感觉真支持的，就是讲有一寡人对神学院毕业了后，诚做传教者，然后
伊真少有机会会通去甲非基督徒来交往，因为伊的生活的迄个范围差不多拢是伫教会内面，所以一寡传教者伊所关心的、所熟悉的，拢是教会内面遮的兄弟姊妹，是讲共一个中会，是讲教会界遮的牧者同工。总是感谢主，因为牧师爱拍乒乓，所以有当时拢会去社区，甲一寡社区的人拍乒乓，所以会通利用这个机会去熟悉一寡非基督徒的朋友，也通过安尼的机会，互因会通知影讲，我是牧师的身份，也因为安尼的缘故，因会想要了解讲，牧师的工作是甚物款的内容，我就会大概甲因介绍，牧师是咧做啥物，甚至因也有真兴趣的，就是讲，基督教是咧信啥物，也趁迄个机会，我会通甲因分享有关基督教，也是讲福音的代志。当然，我嘛会邀请一寡遮非基督徒的朋友，伫教会特别的节期，亲像讲过节感恩节、甲圣诞节即款的节期，互因有机会来参与伫咱教会的礼拜。是讲咱10月底有即个耶和华礼拜，这是真好邀请非基督徒朋友的机会，我嘛会甲因邀请。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牧师的身份啦。所以，当我咧甲伊邀请的时阵伊拢会感觉是毋是要叫我来入教通常拢会伫遐呢退缩缩安尼我想要去但是是毋是去拢会牧师安尼甲伊怪叫伊爱入教然后咱捌用偌济时间来甲非基督徒的朋友三甲斗阵，甲因讲话。咱阁用偌济时间来甲非基督徒的朋友来分享福音。上要紧的是，咱捌用偌济时间替非基督徒的朋友会通顶头生得救，迫切祈祷。伫咱每一工大祷的名单中间，是毋是有非基督徒的名？若是咱是真做一个老师，咱会仰望家己所收的学生是甚物款的学生？我相信下面几个条件绝对是必要的。亲像讲，着爱有好的品德，然后第二就是爱巧，资质聪颖你也教会随会晓的。第三就是安怎？伊爱通去应用，伊会通学以致用。咱收到即款的学生，咱会感觉真欢喜，真容易教，真好教。特别咱校长过去做老师的时阵去收到即款的学生，会感觉讲实在是真好教。虽然是安尼，但是咱发现讲，毋是每一个学生的素质拢会通符合家己的期待。但是咱知影讲，迄个国民义务教育就是安怎？你袂当去选择，你要教的学生，所有的人来到伫学校，你就是爱甲伊教，有教无分别啦，做有教无类，咱着爱持守即款的规定，所有学生拢会通接受即个义务的教育。伫过去我所服侍的教会中间，伫拜六下晡，拢会举办儿童周晚营，伫咧周晚营内底参加的人，差不多有90%。拢是会外的，拢是社区的小朋友。伫营会中间，除了有即个破冰的游戏，然后唱一寡教会的诗歌，然后有一寡品格的教育、甲信仰的教育以外，嘛会安排一寡才艺的课程。迄时阵有英文班啦、画图班啦，阁有即个乒乓班啦，因为即个老师较欠缺，所以有几期的时间。迄个乒乓班的课程是我来负责，我来教乒乓。因为参加这个乒乓班的小朋友，伊的程度甲年龄，差真多有诶足细汉的，有诶无学过，毋知影啥物叫做乒乓。所以教的过程中间实在是真歹教。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伫遐想讲，我只要教天道好诶就好啊。因为迄个无学过甲迄天道所歹，实在是做歹教诶，毋知要安怎教。但是尾后想想诶，甲发觉讲实在是袂当有即款偏心诶念头。通过这个分享，其实是要表达一样代志，是讲，咱看整个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是怎样咧收学生啊？伊所收的学生是甚物款的人？咱若有看4本福音书的记载，就会通发现讲，耶稣的门徒差不多拢是伫社会无地位的人，反正是拢是一寡无读过册，也是讲是社会边缘的人，甚至有一寡人是甲罗马政府对立的，一寡执政分子。然后迄时阵，犹太宗教领袖感觉真奇怪，感觉真戆硬不满的，就是耶稣既然愿意来接受即款的人，愿意去主动亲近因所看到的歹人，咱今日经文翻译做叫做歹人，伫中文圣经叫做罪人啊，罪人。通常罪人伫迄个时代所讲的就是讲，伫信仰上犯罪。毋是讲咱伫即个律法顶面，咱伫国家内底有迄律法有即个法律，毋是咧犯即个法律的罪，伊是伫迄个信仰中间所犯的罪。因这宗教领袖认为讲，耶稣若是真正是一位先知，是一个受敬重的列比，伊就应该知影讲，这个罪人是互律法禁止的。是互上帝拒绝的，那呢，哪会当去甲因接近？这拄拄是今日经文中间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所看到的。伊讲看到这抽象的人，甲这歹人，想要挖滚耶稣来听伊讲道以后，伊对耶稣讲出即款的话。伊讲，这个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伫过去讲道中间有捌分享，这个抽象的人是专门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的人啊。包括一寡关税，也是讲这个过路费。这款的犹太人，因常常为着要满足家己的私欲，所以会加收啊。今日政府讲收5箍，伊收15箍，所以就家己加添10箍。并且即款的人常常甲外邦人有即个来往，所以伫宗教顶面，拢互人看做是无清气的人，甲基律也是讲甲罪犯平平称做是歹人。对法利赛人来讲，罪人就是一寡无遵守律法规定的人，因互人归做是俗世的百姓，俗世。咱若看圣经的翻译，有当时台语互翻做是外邦人啊。因毋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伫因的眼中所看到就是外邦人。咱有当时常常去称呼非基督徒嘛，是拢会讲外邦人。我是较无爱安尼称呼啦。我是讲非信徒，也是讲非基督徒。所以伫这中间。法利赛人绝对袂将金钱、将秘密，也是讲将高利交互即款的人，嘛袂接受因所讲的证词，因袂当作证，因袂当去出庭作证，搁较袂当陪伴因履行啊。你甲即款的人履行，表示讲你嘛是有罪的人。当然，搁较无可能邀请即款人来到厝内做客。也是讲，咱去即款人的厝内做客，就是讲完全拢无交往。这所有隔离的措施，是为了要避免家己念着误会啊。咱有一句成语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甲即款有罪人斗阵，表示讲你嘛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接纳即款的人，对法利赛人来讲，实在是真恶的接受的举动。
表示讲耶稣嘛是一个歹人，也是讲一个有罪的人，无哪会去接近即款的人。拢是为着要互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知影，上帝所要拯救的对象，毋是简单限定伫遵守律法的犹太人，搁较要紧的是遐愿意伫上帝面前来悔改的罪人。所以耶稣就用适样的譬喻来甲因分享，上帝真正欢喜的代志，毋是在伫遵守律法，是搁较愿意看见罪人来悔改。因为有一个悔改的罪人，比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所以咱看整个路加福音15章的记载，大概拢是即款的即个耶稣要强调的代志，就是讲上帝愿意去敲找有罪的人。所以伫头一个就是适样的譬喻，然后实践的譬喻。咱上熟悉就是迄啦，浪子的譬喻。整个15章就是咧强调上帝愿意拯救罪人。其实耶稣并毋是伫这个所在讲，遐掠准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伫上帝面前是毋免悔改的义人，因为伫上帝的眼中，这个世间无一个义人。伫顶礼拜咱神学生的讲道，咱会记得是读倒一段经文无？敢会记得？诗篇14篇嘛。诗篇14篇，我有引用这第20到第30个所在，有这样讲。伊讲上主对天压落来看世间人，要看有明理、有超找上帝的人也无。因拢行迷路，变做污秽。无人最好，连一个拢无。通过这段经文，咱知影讲，伫上帝的眼中无一个义人啊。表示讲，法利赛人甲经学士虽然因遵守律法，但是因犹原是不义的人。耶稣我清楚来表示，伊讲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罪人悔改。伫这所在。耶稣要透过适样的譬喻，提醒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几项代志。第一，就是讲，无有人会通因为遵守律法，伫上帝面前来称作义。只有用诚实的心，伫上帝面前来悔改的人，才会通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伫诗篇51篇17节，大笔。这位诗人般来讲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第二，上帝愿意主动敲找遐失迷的羊群，一直到找到为止，因为伊疼惜所有每一个照着上帝形象甲款式所创造的人。伫遮真要紧，咧讲一样代志，是一直到找到为止哦，到找到为止。所以耶稣讲，我还有其他的羊无属这个羊条，我嘛一定要带因来，因为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归属一个牧者。第三，就要用仁慈、怜悯的心来接纳遐愿意伫上帝面前悔改的罪人。因为因也是上帝要拯救的百姓。使徒雅各要甲咱提醒讲，伊讲我的兄弟姊妹，恁中间若有人偏离真理，有人搁甲伊带倒转来，恁就知，互失迷倒转来，迄个人为救罪人的灵魂脱离死亡，互伊真罪的罪得到掠看。通过耶稣。伫遮所教导的，咱知影讲，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伊掠准迄个字义，其实拢是错误的。上帝愿意做的，就是拄则所讲这3项代志。两兄弟，有一寡基督徒总是亲像经文中间这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共款，会将非基督徒看做是罪人，
都看做是歹人，看做是甲我无共款的族类。若是甲因有近距离的接触，就会浸没做伙啊！哦，会去念着误会，然后含落伫罪中间。所以咱真毋爱甲非基督徒来接触，总是即款的想法是伤过家己自义啊！过去台湾高雄锡安山教会检察进度长老应该知影吼，伫迄个所在，咱一般讲的新约教会啦吼，伫迄个所在就是有一群基督徒将家己箍一个圆箍仔起来，家己分别伫即个世界外面啊！即款新约教会的团体，因为无服从俗世的制度，所以引起政府对基督徒的误解，甚至引起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因无爱因的囡仔去做兵啊！讲做兵的举穿的杀人，这违背上帝的十诫的心意，总是离开人群。家己大离群索居，敢真正是耶稣互咱的教导吗？我相信绝对毋是安尼，因为耶稣伫咧上天之前，伊互咱的大使命中间有提起，讲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伫遮所在，耶稣所讲的去招。就是爱咱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到伫世界内底，进入到伫人群，特别是遐非基督徒的人的中间，毋是离开即个世界啊！毋是家己去占一个山头，伫遐生活。亲像耶稣，伊也是为着要拯救世间的人，伊甘愿看无家己，屈价家己。来到伫即个世间，真做人的款式，咱看见耶稣是进入到伫世界的中间，伊毋是伫遐坐悬悬的位，遐看下骹人咧创啥物，伊是亲自来到伫咱的中间。耶稣安尼做目的是为着要显明天父对世间人的疼，亲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伊讲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这逐个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所以耶稣伊来的目的，是要带来拯救。要安怎带来拯救，就是爱去亲近遐。需要拯救的人，为着要世间人知影，也会通感受到互上帝疼迄款甘甜的滋味。福音毋单单是犹太人会通享受的权益，更加是所有愿意拍开心门来领受恩典的人。咱若愿意拍开心，接受耶稣，这个恩典。就临到这人的身上。我真爱穆迪牧师的一个故事，我过去捌讲过，现在搁再一摆来分享。希望会通通过这个故事，互咱一寡启示。穆迪牧师伊是一个美国真出名的布道家，每一摆伊咧布道的时阵，总是有足侪人来信耶稣。因为伫美国真有即个名望，真有名气，所以有一遍，互英国的教会，邀请去到伫伦敦的所在来开布道会。侪人因为听到穆迪牧师分享的福音，因就决志要来信耶稣。总是有一寡英国的教会的牧师，看到穆迪拢感觉真无爽快。啥人感觉无爽快？因讲为什么要邀请一个美国人来？咱知影讲英国人安怎？因迄个种自视甚高啦，讲家己是 gentleman 安尼吼。伊讲啥人要邀请一个美国人来？目的的英文遮尔老，
伊的用词阁遮尔粗鲁，讲清清楚楚，请一个英国的牧师来讲道，拢比伊阁较阁较好啊！为什么要邀请即款的人来？总是有一寡英国的牧师，感觉讲啊，目的确实是有伊的办法啦，伊每一摆报道拢会通有遮侪人信主，所以用谦卑的心去甲伊拜访，所以因来到伫即个旅馆来拜访目的，会通望了解为什么伊每一摆的报道拢会通吸引遮尔侪人来信主。所以当因去拜访目的时阵，就甲伊问讲：请你甲阮讲，为什么你会通互遮尔侪来信耶稣，好无？目的即时阵就将伊即个所大的房间的窗仔门拍开，然后对这个牧师讲：请你甲我讲，恁伫窗仔门外看见什么？然后这个牧师就应讲：我看见一座公园啊！其他的牧师嘛伫遐讲毋若是一座公园啊！伫公园内底有囡仔有老人，囡仔伫遐佚佗，老人伫遐散步。这个牧师伫遐讨论这个代志，真好奇啊！为什么目的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就甲目的问讲：你到底爱阮看什么？请问你阁看到什么？想袂到目的这时阵，一直伫遐流目屎，然后就应这英国的牧师讲：因为我看见千千万万的伦敦市民，因踮伫黑暗的中间，要行往地狱。然后这目的牧师所看到的是什么？甲这英国牧师所看到的是什么？有什么款会无共款？咱通看见目的牧师的心，伊所关心的是灵魂拯救的问题，毋是英文有好无，毋是生了有缘投无。咱看目的牧师嘛，无讲甲缘投。谁做即款？我还蛮讲英文啊，英国人伊拢用的英文来抢啊。咱所看见什么？会晓这？伫咱每一工生活中间，咱看见人来人去，是毋是有观察到什么款特别的所在？检使大家拢敢若将目睭注视伫家己认为是真要紧的代志顶面。亲像咱坐捷运的时阵所看到是甚物款的情形？差不多逐个人拢啦，咧耍手机嘛，无就是伫遐困。有一寡学生就是安怎，伊伫遐温习伊的功课，一寡上班的就是伫遐准备伊，可能较等者开会的资料、工作的资料，亲人朋友要做佚佗，就伫遐开讲。请问有偌侪人会注意到咱身躯边每一个人所发生的代志？咱所关心的这个人，因到底灵魂要去到伫什么所在？我过去捌分享过，有一摆我甲牧师娘骑倒摆要去到伫北投，然后骑到伫半路，差不多伫迄个复兴港迄个所在，拄正手边是一间诊所。我骑倒摆过，看一个富人人咧牵伊倒摆，稳落去啊！我随骑过去遐，伊牧师娘互我载，坐伫我后壁面，我想讲我是要创啥，要去什么所在？来倒摆雄雄，对路边去我赶紧骑去到伫路边，将迄个富人人甲插起来。我问讲你哪会牵倒摆牵到稳去？伊讲伊拄则就是感冒，去看医生啊医生互伊食药伊头壳咧戆，所以伊就无力啦我讲你赶紧入去诊所内底去坐，听候你有较有精神的时阵，较清醒的时阵你才去骑倒摆，免得发生意外。当时咱路边，咱四周围，咱行路的时阵会拄着什么代志，会看见什么款的代志，咱毋知影。
咱是毋是有注意？咱是毋是去关心遮个人，因个灵魂是要去倒位？是要去到伫天堂，还是要去到伫地狱？亲像安尼，伫干道教会所徛起即个埔顶的社区，咱是毋是要观察到侪需要互耶稣的疼超吹，互耶稣的疼蒙着，互耶稣的疼拯救的非基督徒？而遮个人，拄对是耶稣想要主动亲近，甲因分享上帝国的信息，并且愿意甲因做伙坐倒食饭，上帝的百姓。就亲像今日经文中间所提起，遐互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看袂起的抽象的人，甲歹人。耶稣讲，人子来是要追找失落的人，并且甲因救。当然，咱知影讲，非基督徒伊袂家己进入到伫教会来听福音，互因袂无缘无故就会去经验到耶稣的疼。若是基督徒无法度主动踏出去，甲因亲近，邀请因来认捌耶稣，真有可能因一世人拢无法度听见福音，领受这份恩典。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没有传道，怎么能够听见呢？无人去传这个福音好消息，有人会听见这个好消息吗？好像咱即马年底选举要到。咱有知影几个候选人无？就除了新闻所报的这个候选人以外，咱阁有注意到讲有几个候选人。我前两天伫咱教会的信箱，看到翠安，我摕起来看，伊拄仔另外迄边是安怎？迄个候选人，伊的相片，我详细看，福德里的里长候选人，毋是咱的郭里长啊！有人要甲伊出来竞争啊！另外一个要出来选里长啊！我若无收到这个物件，我哪会知影讲有另外一个人要出来选里长？有影咱福音嘛是共款啊！咱无去甲人传，人哪会知影讲有一位耶稣？上帝对咱的疼，是讲咱拢需要受拯救。咱若无去传，要哪有人会听见？基督徒袂当单单想到要享受福音的好处甲权益，却忽略了福音的使命甲责任。我相信今日来到干道教会兄弟，是因为有人带心将福音传予咱。咱才有机会坐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参加教会的生活。这个有人有可能是咱自细汉是基督徒的家庭大汉，咱伫基督化的家庭大汉。这个有人就是咱的父母，有可能是咱的亲朋好友，有可能是因为有人看过 TV， 有可能是去收到福音单，所以才来到伫教会。既然安尼，咱就袂当去提示任何会通非基督徒来分享福音、献出主的疼这款的责任，因为咱毋知影圣神会伫非基督徒的身上做甚物款的工。总是，若是咱连这头一步拢无愿意踏出去的时阵，因绝对无可能去担到主恩典的滋味。这几个月一直咧分享咱教会的意向，想要建立一个福音中心。虽然咱迄个意向出来，但是也无真具体的一个做法。总是这意向的传达是为着要互咱兄弟姊妹共同去看见
即个社区有侪人需要福音，通过迄个较软性福音中心的方式，互人会通来到伫教会，来接受福音，来明白耶稣。所以咱连这头一步拢踏袂出去的时阵，咱就无可能甲社区有连结，甲非基督徒有连结。一首我真意爱的华语诗歌，叫做《人们需要主》。这个歌词检测会通激励咱真心去点导传福音的热心。这个歌词提起，讲人人行过我的身躯边，因的眼中所流露、所显明的是心内的空虚甲忧愁。因是行远未知的路，人生的路程真艰苦，规日心操烦，惊吓。有当时咱就是用笑来安砍这个心内的艰苦，总是耶稣会带来医治。第二段讲，主调咱来发真光，这个世代是非无分，有啥物款的代价嫌伤过悬来失丧的人传福音？当人人伫咧背负重担，耶稣用疼来担。只有咱会通来传扬永远性命的真道。副歌的所在讲，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当美梦破碎的时，伊替咱来开路。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伫什么时阵，咱才知影人人需要主？彼得后书3章第8节到第9节，使徒彼得要安尼分享讲。亲爱朋友，有一项代志，请恁毋通袂记得，就是对主来看，一日若1000年，1000年若一日。有人想讲主延迟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在延迟，是在宽容恁。无爱有人灭亡，爱大家拢悔改。伫即个经文的中间，咱看见，啥人耶稣伊讲要来，奈也未来，是因为上帝对咱的容忍，容忍对咱的宽容啊。因为也有侪人无听见福音，也有侪人也未明白主。所以上帝互即个时间故意搁较浅，搁较浅。两兄弟，既然上帝对遐也未信主的人拢遮尔啊宽容，咱哪会当看轻任何一个也未领受救恩的非基督徒的性命？求主帮助咱，拢会当成做好搁尽忠的奴仆，伫所交代互咱的大使命中间，尽咱家己的责任甲本分。伫咱的社区，伫咱的亲友中间，也有侪非基督徒，也有侪人毋捌福音。咱是毋是有即款的热情，想要来去分享？拄则分享穆迪牧师的故事，其实有足侪故事的。穆迪牧师伊其实是一个真对传福音真热情的人啊。伊伫路里咧行路的时阵，伊拢会去遮较少年的人拄着时，就甲问讲：你是基督徒无？你敢是基督徒？当伊讲也毋是时阵，伊就伫遐开始甲伊分享福音。这是穆迪牧师的热情啊！伊知影讲，每一个人拢需要福音，好亲像拄则所分享的即首诗歌共款。人人需要主，求主帮助咱。通过今日的经文的分享，互咱知影，咱需要将迄个疼分享出去，然后互遮的非基督徒拢会通感受到耶稣的疼。咱同心祈祷。主，阮大心伫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有拣选阮，成做你的
的学生，互阮有份伫上帝国的子民的中间。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为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是为着要显明你疼阮，也要显明上帝伊真正疼这个世间。主，当阮领受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就是耶稣的拯救以后，阮毋是简单家己放伫心内欢喜，搁较要紧的是，阮要怎样对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充满热情，将福音分享予阮四周围也未信耶稣的人的心上。祝福因也会通领受福音，得到拯救，进入到伫上帝国这个大家庭的中间。祝阮实在是真亏欠你，护掉阮迄个大使命，求你怜悯阮，求你也找圣神来帮助阮，互阮真心点导迄个传福音的热情，互阮真正看见。伫即个世界，伫阮的身躯边，伫埔顶的社区，确实有侪非基督徒，因毋知影头前的方向，是要行往天堂，还是行往地狱？所以，阮有即个责任，爱甲因引带，互因会通倒来到伫上帝的国度内底。互阮同齐伫即所在，欢喜懊恼来敬拜，领受上帝对天顶所施落一切的福分。主帮助阮，互阮对非基督徒充满热情，也充满疼，因为阮得到疼，是因为上帝大心疼阮，也阮愿意分享即款的疼。互阮有即个气力做主的干净，也有即个气力来报扬主的福音。献上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请做来吟诗，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险顺服侍人类路途。有我学你有力通当一切着磨，艰难困苦，请咱做伙起来吟。从请坐，应答上帝话，即时来奉献，请玉坤执事、秀珠执事来示现。
请坐。咧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共款台语，咱做伙来读2遍，华语1遍。请咱做伙来读。毋通心内怨恨厝边，着先肯指责伊的错误，才免得为伊的罪负责任。毋通互你的同胞报复，嘛毋通扣分，着疼惜厝边亲像家己。我是上主。利未记19章17节甲18节。毋通心内怨恨厝边，着诚恳指责伊的错误，才免得伊的罪负责任。毋通互你的同胞报复，嘛毋通扣分，着疼惜厝边亲像疼家己。我是上主。利未记19章17节甲18节。心里欲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利未记19章17到18节。这是我来报告。首先，咱要感谢咱的神学生吼，伟成过去1年伫本会是甲服侍，愿上主继续带领伊伫后一个阶段的学习。我说咧，2022年10月甲12月事工甲事奉计划表已经放咧后壁公布啦，请中集甲服侍同工兄弟姊妹做伙来家己来看。2022年10月甲12月新安宫读经的手册放伫后壁的招待桌，请兄弟姊妹家己来摕，建立每日灵修的生活。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查经是牧师来主理，祈祷会是水泉长老主理。欢迎兄弟姊妹踊跃出席参加。第6，学生团契这个拜6甲后一个主日举行2天1暝的生活营，请兄弟姊妹大多关心。第7，本会伫10月23，要去到伫桃园的复兴乡三民教会举办邀约礼拜。若要报名的人请迄个美燕姐来报名。一个人300块，这有含车资、午餐甲保险的部分。报名甲9月底截止。详细行程则家己来看第5页的部分。报告以上，请牧师来补充。咱大心要感谢咱的神学生伟成过去1年伫咱教会实习服侍伊10月份开始就会去其他的教会为着要答谢伊伫今年度伫教会中间的服侍教会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要甲伊说多谢咱请伟成来到伫台前咱上时嘛是介绍咱10月份开始新的新学生林依婷林依婷新台语讲婷的婷伫咱的中间今日伊大心来探路啦咱就该欢迎依婷，伊即马是大学硕士班2年的学生因为咱拄则报告的中间有讲起即个拜6甲后礼拜的主日学生团契因拄办迄个生活营啦所以后礼拜咱检测依婷会甲因参与伫迄个生活营中间所以今日嘛大心来
介绍伊来介绍伊互咱会通熟悉所以伊若后一摆来的时阵毋通讲你新来的朋友好，咱请依婷同迄口罩摕起来互咱熟悉啦。嘿，伊是南投人南投人。依婷的母会是哪里？别的教派的好，咱给伊欢迎好，那你们就可以可以学青团去无赢。伫遮特别提醒就是咱野外礼拜报名到金主日所以若是还未报名的，赶紧来美苑报名。另外一项代志就是咱看教界的消息淡水教会已经开始有一个活动就是甘巴咱的牧者马偕牧师传教伫宜兰的这个特展这检测咱看社青团契也是上青团契会通来安排去参观啦伊是到明年的年底这个特展是到明年年底所以咱若是有兴趣想要组团做伙来去参观拢会使其实咱来去到伫淡水区迄个所在，毋是简单会通去参观这个甘马兰的牧者这个特展咱其实嘛是会通去淡江中学过去咱迄个姚长乐伫迄个所在做校长然后佫真理大学伊有足侪所在拢是甲马偕有关甲马偕有关的即个行程所以咱一逝路去，可能毋是干那去到淡水教会，会通去到伫淡江中学，也是真理大学，佫迄个白宫以早马偕所住，伊迄个的所在这是真好的一个体验马偕伊伫台湾的宣教即款的路线则看咱的上青团契甲即个社青团契会通做伙来安排而且来特别介绍即个真有意义的即个展览好，接下咱来看咱今日要带到的家庭庄义兄甲蓝美姐宜安甲郑轩即个家庭求上帝来带领庄义兄已经退休啦拢台中甲台北安尼来去啦求上帝保守最近身体有较好势有蓝美姐嘛是讲身体拢较无好势咱求上帝来带领伊哋啦互因会通勇壮会通勇壮宜安嘛是真无闲拢伫咧音乐的即个工作顶面也保守伊甲郑轩因伫家庭甲工作的中间拢有上帝的祝福。过来，咱特别爱带到的家庭就是王牧师甲牧师娘因为王牧师甲牧师娘伊即礼拜有几工去到伫澎湖旅游因是一寡退休的牧者组团10几人去到澎湖旅游结果无拍算王牧师伫拜4就开始感觉无爽快发烧拜5确诊所以伊即摆搁伫澎湖的防疫旅馆王牧师伫澎湖的防疫旅馆牧师娘是拜5伊就带薪坐飞机转来拜6伊嘛确诊所以为着王牧师甲牧师娘因会通特别是王牧师伫澎湖是个人会通有真好的照顾啦第二就是即个咱的圣歌队指挥苏雅师母黄老师伊嘛是确诊啦所以今日咱无看到伊伊原本就是讲月底拢会无来指挥但是昨就是有请另外一个老师来协助来做圣歌队的指挥求上帝保守啦因为即个黄老师伊是因囝带薪确诊伊确诊迄天伊就嘛感觉人无爽快隔顿间嘛是确诊所以通常拢若是伫家庭中间拢差不多这情形一个人确诊，他差不多过几工就是全部拢确诊所以咱为着即个黄老师来祈祷伊的家庭来祈祷
第三就是为着教会啊吼，伊原本今日顶一个拜一吼，伊迄个要手术吼，伊颔棍迄个结节吼，结果伊迄个 PCR 拢做好啊吼，临时甲伊通知讲病院无病床啊吼，所以顶一个拜一就无去病院开刀，伫爱撑到10月11吼，这进前伊阁爱做一届 PCR 吼，所以加艰苦的吼，求上帝怜悯啦吼，互即个手术一切拢通顺利。最后就是为着文祥甲慧玲的家庭祈祷吼。文祥伊就是前几工吼，伊的手有去互刀流着吼，小小迄个伤喙啦吼，无注意，结果当发炎，吼，伊叫做甲沟炎啦，我甲沟炎，我是当家，伊讲毋是啊吼，伊讲是叫做甲沟炎吼，所以即马抹药啊、食药啊有小可较消肿去啊吼，然后就是死牙。即2礼拜伊的骹手的关节拢有湿疹嘛，拢有湿疹毋知是因为气候变化还是安怎嘛是食药啊、甲抹药啊了后，拢有较恢复咱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另外慧玲的妈妈胃溃疡胃溃疡嘛是有通过食药啊来恢复咱求主带领即个家庭文祥甲慧玲的家庭。过来，咱为着教会事工来代祷就是咱10月23的亚活礼拜求上帝互咱有一个适合的天气去到伫桃园三民教会伫遐甲社区甲因的教会的遮兄弟姊妹有真好的交陪所以咱为着拄则所讲的即几项代志，互咱做伙来祈祷请大家起立。感谢上帝，我感谢你，互阮会通伫即时阵为着阮的教会集体摆着阮的祈祷，阮特别为着众义兄咱的这家庭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伊会经过真辛苦的工作，以后呾伫退休的生活中间你保守伊伫生活各方面。拢有你恩典，该做个地地，互伊的身体会随咱去着处理伊伫为着伊安正宣伊家庭来祈祷，做基你伫因真无用的工作中间，互因的家庭生活会得到上帝的恩赐。阮特别为着牧师娘的家庭来祈祷，今礼拜。伊朋友佚佗时阵，牧师确诊，即个牧师娘也伫家己确诊，求上帝你保守看顾因伫厝内，是伫防疫旅馆，拢有得到真好的照顾。也为着需要阮献上阮的祈祷，伊也确诊伫厝里休困，要祝你特别是阮灵命看顾，会通两早得到恢复。为着这会伫11月要开颔棍这个节手术，一切拢通顺利。为着阮文祥甲慧玲的家庭事业祈祷，求上帝你一直看顾。为着阮10月23所举办的礼拜，求上帝你光临赐福。主，阮感谢你，互阮通过这个时间，阮为着教会集体、甲教会事工来代祷。阮特别为着宗义兄咱每一个家庭来祈祷。感谢你过去你互伊伫工作的顶面真无闲当来到伫退休了的生活求上帝你保守宗义兄甲咱每一个伫退休生活。一切拢得到上帝你的顾守特别因身体检测有较衰烂，求你的医治下伫因的身上，互因拢会通得到祝你互因的健康为着宜安正宣的家庭祈祷互因伫真无用的工作的中间，也会通经验家庭的生活、甲信仰的生活，
求上帝你保守看顾因头前的路站。阮特别为着教会几位兄弟确诊来祈祷，为着王牧师、牧师娘来祈祷前几日有确诊，王牧师伫平湖的防疫旅馆，牧师娘倒来到伫厝里咧休养，求上帝你医治的手下伫因的身上，互因拢会通量早得到身体的健康。阮也为着教会10月11要来手术伊的颔管的结节祈祷，求主你稳定的手、医治的手下伫医生的身上，互这手术一切拢通顺利。为着阮的指挥苏亚师母来祈祷，伊也因为确诊伫厝里休困，求主你医治来互伊早日得到健康。阮也为着文祥慧玲的家庭来祈祷，求你特别保守文祥伊手受伤了恢复，会通赶紧来得到勇健，也为着慧玲的妈妈这个胃溃疡的症头会通得到医治，为着师爷伊的骹手关节的所在湿疹的问题也会通得到医治，恳求你施落你的怜悯。阮也为着教会10月23要到伫桃园复兴的所在来举行耶和华礼拜祈祷，求你互阮伫迄个所在有真好的气候，通好观看上帝你的创造，相时会通甲三民教会的牧师、长职兄弟姊妹有真好的交陪。阮将这一切行程拢求你来施恩带领，献上阮的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吟册签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的脚步，因是山者，请牧师来祝祷。大声要邀请咱会通目睭拍开吼，牧师要先甲恁册签，互恁伫咧受册签以后，会通出去来为着主做见证吼。当恁已经领受上帝对恁的呼召，就是耶稣所讲的大使命，恁就要去，互万民成做耶稣的学生，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耶稣基督所教示的，就教互因遵守，直到主过来的日子。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的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麦倒。
咱小等下小组12点正吼，12点。